開張嘅相全部擠晒喺度。葉林記貿響昨日開業，1985年到而家就個生意可能就慢慢開始淡薄啦。嗰時個澳門嚟講個製造業咧好蓬勃，設計多啲。買部你如果唔做佢唔買啦。係講翻差唔多4年前，我呢個 collection 都係好澳面咯，define 過嘅中國嘅嘢咯。葉林記貿響昨日開業盛況，1985年5月22日，仲大過我嗰間鋪頭。其實咧，葉林記就係香港開嘅，咁跟住喺到85年咧開咗澳門。就最主要啦，之前嘅葉林記咧都係做啲布匹嘅批發，後尾咧批發咧喺澳門就越來越冇市場嘅，因為事實上咧澳門嘅廠越來越少。去到90年代之後就越嚟越少啦，咁跟住我哋就慢慢轉型咗做零售，咁零售都興旺嗰一排，因為嗰陣時就啲人好中意做衫，就係有個熱潮嘅，咁但係去到99年之後啦，啱啱嗰陣時澳門回歸啦開始，咁經濟又開始差啦嚇，咁金融風暴一嚟，二嚟呢，咁本身喺呢度做嘢嘅葡國人就翻咗去葡國啦，咁就而家就個生意可能就慢慢開始淡薄啦。其實我覺得係最主要啦，而家個人係唔會再用2-3個星期去做一套衫咯。個跟個工作比較多啊。因為你白天又要到呢度接單，你而家一做衫呢，你又要翻上去車間又跟。當時配單嘅問題都去設咗廠咁樣，設廠咧就即係叫做回歸前咯。嗰時個澳門嚟講個製造業咧好蓬勃。最高峰期啦，呢度咧由嗰個神台去到嗰邊咧企滿晒人，去到呢度企滿晒人。以前細個好誇張嘅，呢啲咁嘅桶咧，日日都係清10幾20個。我呢度以前細個咧係讀啦，就日日執呢啲嘢出去嘅。哦，個紫色跟住啲細路仔咧就攞住呢啲攞嚟哼啊攞嚟玩。誇張，我諗晚即係夜晚收貨啦。10點幾11點都試過啲人買。係啊。而家得1成嘅啫。係啊。比以前少咗90%。因為而家個環境唔同咗啦，係嘛？製造業，因為而家好多製造業，即係你睇下澳門個製造業，差唔多叫北移晒啦。但係當然都有一班忠實擁躉，佢哋中意買一塊布，然之後買塊布，然之後自己去諗個款，去自己着，去享受呢個過程。因為你買到個布翻嚟再做咧，呢塊布呢件衫着咗出嚟，就可能係全世界係得你一套咁嘅衫嘅啫。你如果冇做衫，有啲人直情就佢嚟呢度買布，你如果唔做佢唔買啦。設計套衫或者設計一個 fashion show 啊，你諗葉林記係有咩靚料執？呢個意大利式丁嚟，呢啲咧就係雪紡一樣嗰個馬甲。呢款咧就比較舞台設計多啲。1年啦，已經畢業咗1年啦，咁大家幾個同學咁啊，我哋嗰個時裝嗰個夢想咧就不減啦。咁而家咧大家都係一齊搭緊就開咗間公司啦。呢件咧就係我牌子 P， 即係我哋4個人咧，即係我個工作咧，一來第一就資金嘅困難啦，第二來咧就澳門製衣已經叫做搬晒去第度啦，設計方面啊要有設計啦，二來喺 sell 方面咧，即係 marketing 方面咧，即係要做大個公司咯。啲葡國人啦、遊客啊，嗰啲好中意同你講呢啲設計心得啊，入到嚟傾偈都覺得好了解咗澳門。發展，即係我自己嘅 brand 係澳門嘅話，因為我係一個土生土長嘅澳門人，咁其實我覺得我設計出嚟嘅嘢已經係有澳門嘅特色咯 ，local design fashion design in Macau，因為真係好少咯而家。係講翻差唔多4年。咁咯，咁我呢個 collection 都係
好澳門咯，真係嗰度咧係一啲土生葡人同埋一啲土生嘅澳門人喺度住。